换去。老公，你怎么啦？我回来了，我真的回来了。老婆，我回来了。现在什么时候11点半啊。我问的是哪一年？2023啊！你别吓我呀！梁子荣，驱动器和反应堆呢？反应堆呢？女儿呢？在你爸妈家。爸妈家。你到底怎么了呀？老婆，你听我说，我是时空特警，20年后世界末日，每次回来只能带回来1件物品。什么意思啊？这次我把女儿带回来了，我们一家还有20年的好日子可以过呢，老婆。什么一家人啊？她就是我们的女儿。